謝霆鋒同張柏芝嘅大仔 Lucas 就快18歲生日啦，呢個消息就好似一粒石子投入平靜嘅湖面咁，喺香港娛樂圈激起咗層層波瀾。謝霆鋒一向都好痛愛個仔，就算同張柏芝離婚好多年，但對呢個長子嘅寵愛一啲都冇減少。佢早早就開始籌備呢場盛大嘅成人禮，打算喺香港4季酒店包下88圍酒席，預算高達500萬港幣，每一個細節都親自過問，力求俾個仔一個難忘嘅生日。消息傳開之後，娛樂圈各大明星都收到咗邀請。Twins、容祖兒、古天樂、陳奕迅等一眾大咖紛紛表示會到場祝賀，就連好耐冇喺公眾場合露面嘅陳冠希，收到邀請之後都陷入咗沉思。當年嗰場風波令到幾個人嘅關係變得好複雜，但咁多年過去，恩怨都應該有個了結啦。經過一番諗到，陳冠希決定出席呢場生日宴，佢覺得呢個係化解過往矛盾嘅一個契機。而呢個時候嘅王菲、宋共同朋友口中得知咗呢場豪華生日宴嘅消息。佢同謝霆鋒分手之後，關係一直唔鹹唔淡，偶爾嘅聯絡都只限於同仔女有關嘅事務。最近謝霆鋒喺採訪中提到 Lucas 係我最重要嘅家人，呢句話就好似一根刺咁扎入咗王菲嘅心入面。佢覺得謝霆鋒呢個係刻意劃清界限，將自己排除喺家人之外，心入面衝起一陣莫名其妙嘅怒火。王菲坐喺豪華公寓嘅沙發上，眼神有啲空洞，手中冇意識咁擺弄住部手機。佢嘅經紀人小心翼翼咁開口：肥姐， Lucas 生日宴，你要唔要去啊？王菲沉默咗好耐，突然間站起身嚟，眼神堅定咁講：去，點解唔去？我都係睇住佢大嘅。經紀人皺咗下眉頭，試圖勸阻：肥姐，呢個可能會引起唔必要嘅麻煩，畢竟張柏芝，而且謝霆鋒嗰邊態度都唔明確。王菲打斷咗佢嘅話：我唔理，我只係想俾 Lucas 知道，我都關心佢。咁多年，我都唔係冇盡過心。經紀人無奈咁嘆咗口氣，知道王菲一旦做咗決定就好難改變，唯有開始幫佢準備出席生日宴嘅禮服同安排行程。生日宴嗰日，香港4季酒店被佈置得好靚好靚，巨大嘅水晶吊燈灑落柔和嘅光芒，每一圍都擺滿咗精緻嘅菜式同昂貴嘅供酒，鮮花嘅芬芳彌漫喺空氣中。酒店嘅工作人員忙前忙後，確保每一個細節都完美無缺。賓客陸續到嚟，現場好熱鬧，歡聲笑語響遍咗大堂。謝霆鋒著住一身黑色西裝，摔到爆。佢站喺酒店門口，迎接每一位到嚟嘅客人，面上洋溢住自豪嘅笑容，同每一位賓客親切咁握手傾結。張柏芝就著住一條白色長裙，優雅動人。佢嘅頭髮高高盤起，露出精緻嘅頸項。佢帶住 Lucas 站喺謝霆鋒身邊，一家三口嘅畫面睇起嚟竟然都好和諧，引得唔少賓客紛紛側目。Lucas 已經長成咗一個大後生仔，身高185厘米，樣貌好似年輕時嘅謝霆鋒，劍眉星目，氣質不凡。佢著住定製嘅西裝，舉止沉穩得體，完全唔似一個18歲嘅細路。睇到咁多明星到場，佢只係微微點頭，有禮貌咁打招呼，眼神中透露出一絲同年齡唔符嘅成熟。陳冠希嘅出現令到現場嘅氣氛瞬間變得好微妙。佢著住一身休閒裝，戴住墨鏡，面上帶住一絲唔羈嘅笑容。當佢走向謝霆鋒嗰陣，周圍嘅人都屏住咗呼吸，目光緊緊咁盯住佢哋。謝霆鋒睇到陳冠希，微微一愣，但好快就伸出手，兩個人握咗下手。謝霆鋒笑住講：歡迎你嚟，咁多年冇見，你仲好嘛？陳冠希都笑住講：咁多年啦，
過去嘅事就俾佢過去啦。今日係個好日子，祝你個仔生日快樂。呢一握手就好似宣告住兩個人之間嘅世紀和解。現場響起咗稀稀拉拉嘅掌聲，但唔少人心中都仲帶住一絲疑惑同觀望。隨住賓客陸續就座，生日宴正式開始。謝霆鋒走上舞台，攞起咪高峰，深情咁講：今日係我個仔 Lucas 嘅18歲生日，呢個係我人生中好重要嘅一刻。Lucas，爸爸睇住你送一個細路哥長成依家咁優秀嘅大後生仔，心入面滿滿都係驕傲。爸爸希望你以後可以健康快樂，實現自己嘅夢想，唔論遇到咩困難，都要記住爸爸永遠支持你。台下響起咗熱烈嘅掌聲。Lucas 站起身嚟，向爸爸鞠咗一躬，眼中閃爍住感動嘅淚花。佢攞起咪高峰講：爸爸，多謝你咁多年嘅付出同關愛，我會努力嘅，唔會俾你失望。然而，就喺謝霆鋒同 Lucas 準備一齊切蛋糕嗰陣，酒店嘅大門突然間被推開，全場賓客嘅目光都集中咗喺門口。只見王菲着住一件黑色長裙，慢慢咁行嚟，佢面上冇一絲笑容，眼神冷峻，步伐堅定。現場瞬間安靜咗落嚟，所有人都好似僵咗咁，就好似時間都停咗咁。謝霆鋒嘅面色瞬間變得好陰沉，眉頭緊緊咁皺起，眼神中透露出一絲憤怒同無奈。張柏芝就皺咗下眉頭，緊緊咁握住咗 Lucas 嘅手，身體微微發抖，好似喺壓抑住內心嘅情緒。王菲直接走向 Lucas， 站喺佢面前，面無表情咁講：Lucas， 生日快樂！我聽講你今日成年啦，特意嚟睇下你。Lucas 被王菲嘅話嚇到愣咗喺原地，佢瞪大咗眼睛，不知所措咁睇住王菲，眼神中充滿咗疑惑同迷茫。佢轉頭睇咗下謝霆鋒同張柏芝，唔知點樣回應。謝霆鋒再也忍唔住啦，佢一個箭步上前，擋喺王菲同 Lucas 中間，怒目圓睜咁講：呢度唔歡迎你 ，Lucas 只有一個媽媽，就係張柏芝。你今日嚟做咩？王菲顯然冇諗到謝霆鋒會咁直接咁拒絕自己，佢嘅表情瞬間僵硬，但好快又恢復咗鎮定，冷冷咁講：我都係睇住佢大嘅，難道就冇資格嚟睇下？咁多年，我對佢都有感情。謝霆鋒冷笑一聲，睇住佢大，你為佢做過咩？佢從細到大都係張柏芝照顧，你有咩資格自稱媽媽？你今日就係嚟搞事嘅。王菲嘅面色變得好難睇，佢提高咗音量：謝霆鋒，你唔好太過分啦，我只係想表達我對 Lucas 嘅關心，呢個有錯咩？呢個時候，張柏芝再也忍唔住啦，佢站起身嚟，行到謝霆鋒身邊，睇住王菲講：王菲，你唔好喺呢度演苦情夫啦。Lucas 唔需要你咁樣嘅關心，佢有自己嘅媽媽，咁多年我一直盡心盡力咁照顧佢，俾佢一個完整嘅家，你做到咩？王菲被張柏芝嘅話激怒咗，佢指住張柏芝講：你有咩資格講我？你當年話冇講完，謝霆鋒就打斷咗佢：王菲，你夠啦，唔好再提過去嘅事啦。今日係我個仔嘅生日。我唔想俾呢度變成戰場，你即刻離開呢度。王菲氣到全身發抖，佢仲想再講咩？但保鏢已經上前將佢圍住。謝霆鋒冷冷咁講：請你離開呢度，否則唔好怪我得罪你。王菲睇住謝霆鋒堅定嘅眼神，知道再糾纏落去都冇意思，佢咬咗下牙，眼中閃爍住淚光，轉身離開咗酒店。王菲離開之後，生日宴現場嘅氣氛變得好尷尬，賓客面面相覷，唔知講咩好。原本好熱鬧嘅生日宴變得好安靜。謝霆鋒深吸一口氣，
努力令到自己平靜落嚟。佢對大家講：唔好意思，俾大家見笑啦。今日係我個仔嘅生日，我哋繼續慶祝啦。雖然佢咁講，但面上嘅笑容都好勉強。然而呢場風波並冇就此結束。好快，現場嘅相同視頻就被轉上咗網，瞬間引發咗好大嘅轟動。微博、IG、抖音等社交媒體平台都被呢件事刷屏啦。網民分成咗兩派，展開咗激烈嘅爭論。一派支持張柏芝，佢哋紛紛留言講：王菲想做咩？人家媽媽喺度，佢跑嚟認仔，好搞笑咩？從細到大都係張柏芝照顧。謝霆鋒講得啱啊，王菲唔係發癲啦。謝霆鋒做得好靚，堅決維護張柏芝同 Lucas。張柏芝咁多年唔容易。另一派就支持王菲，佢哋覺得就算唔係親媽，王菲都係謝霆鋒前女友，嚟睇下有咩錯。張柏芝自己當年玩得咁大，依家裝好媽媽，王菲至少敢愛敢恨。王菲只係想表達關心，又冇惡意。謝霆鋒同張柏芝太過分啦。謝霆鋒睇到網上嘅評論之後，心情好複雜。佢冇諗到呢件事會引起咁大嘅轟動，各種指責同謾罵好似排山倒海咁嚟。為咗表明自己嘅立場，佢親自贊咗一條 Lucas 只有一個媽媽，就係張柏芝嘅評論。呢個舉動再次引發咗網友嘅熱議。而張柏芝喺生日宴結束之後，深夜喺 IG 發文：18年嘅陪伴，只有真正嘅媽媽先知道咩叫愛。血緣無法切割，時間證明一切。感恩今日所有人嘅祝福，我個仔永遠都係我嘅驕傲。雖然冇點名王菲，但字裏行間明顯喺反擊。呢條動態發出之後，好快就獲得咗大量網友嘅支持同讚。張柏芝嘅形象喺公眾眼中變得更加高大。王菲獨自飛返北京之後，心情低落到極點。佢全程低頭快行，完全冇咗天后嘅氣場，好似一個被世界拋棄嘅人咁。返到公寓之後，佢將自己鎖喺房入面，唔食唔飲，沉浸喺自己嘅痛苦同憤怒之中。經紀人好擔心佢，不停咁敲門勸佢：肥姐，你唔好咁啦，事情已經發生啦，我哋要諗辦法解決。你咁折磨自己都冇用㗎。王菲喺房入面大聲講：解決？點解決？我依家成咗全世界嘅笑柄，所有人都在指責我仲有咩面出去見人？經紀人繼續勸：肥姐，你唔可以咁消極。網友嘅話都唔一定全對嘅，你只係想去表達對 Lucas 嘅關心，呢個冇錯。我哋可以諗辦法澄清呢件事，令到大家了解你嘅真正想法。王菲沉默咗好耐，終於打開咗房門，眼神中透露出一絲堅定。你講得啱，我唔可以咁就認輸。我要令到所有人知道我嘅想法，我要為自己討回公道。令人意外嘅係，經過呢場風波，謝霆鋒同張柏芝嘅關係竟然意外咁緩和咗。Lucas 生日後嘅第二日，一家三口一齊出現喺迪士尼樂園，佢哋手拖手，面上洋溢住幸福嘅笑容，好似昨日嘅風波從來冇發生過咁。謝霆鋒為 Lucas 買咗佢中意嘅玩具，張柏芝就喺一邊細心咁照顧住佢哋，時不時咁為 Lucas 整理下衣服，為佢影相留念。有記者影到咗呢一幕，並上傳咗上網。網友紛紛猜測謝霆鋒同張柏芝有冇復合嘅可能。對此，謝霆鋒嘅經紀人回應講，佢哋只係為咗仔女，想俾仔女一個完整嘅家庭體驗，並冇復合嘅打算。佢哋都好愛 Lucas， 希望佢可以喺一個充滿愛嘅環境中成長。而王菲呢邊，佢並冇打算就此罷休。有消息傳出，佢已經喺籌備公開回擊。佢聯絡咗自己嘅好友同團隊，
商量點樣喺合適嘅時機，以合適嘅方式表達自己嘅想法。佢可能會喺個人演唱會上暗示呢件事，通過歌曲同言語嚟傳達自己嘅情感，以挽回自己嘅聲譽。Lucas 都被呢場風波搞得心煩意亂。佢喺社交媒體上只發咗同張柏芝嘅合照，配文：多謝我唯一嘅媽媽。呢個無疑係對王菲嘅又一次打臉。佢嘅呢個舉動令到王菲更加憤怒同傷心，佢覺得自己嘅真心被 Lucas 誤解咗。呢個時候，陳冠希再次成為咗焦點。佢喺生日宴上安撫張柏芝嘅舉動，令到好多人對佢刮目相看。有記者採訪佢，問佢點解會站喺張柏芝嗰邊。陳冠希笑住講：過去嘅事就俾佢過去啦，我只係覺得張柏芝咁多年唔容易，佢係一個好媽媽，為咗仔女，佢付出咗太多，我哋應該尊重佢嘅努力。佢嘅呢番話贏得咗唔少網友嘅好評，亦令到佢嘅形象喺公眾眼中有所改善。隨住事件唔斷發酵，娛樂圈嘅局勢變得更加複雜。謝霆鋒陷入咗兩難嘅境地，一邊係曾經嘅戀人王菲，雖然感情已經淡咗，但畢竟有過一段美好嘅回憶；一邊係仔女嘅母親張柏芝，為咗仔女，佢唔可以唔考慮張柏芝嘅感受。佢唔知點樣處理呢段複雜嘅關係，每日都喺煩惱同糾結中度過。而張柏芝就借住呢場風波，贏得咗輿論嘅支持。佢開始諗住借機復出，重新返娛樂圈。佢聯絡咗以前嘅經紀人，討論復出嘅計劃。經紀人同佢講：依家正係好時機，你嘅形象已經得到大家嘅認可，只要揀對作品，一定可以再次走紅。不過你都要做好心理準備，娛樂圈競爭激烈，復出之路可能唔會一帆風順。張柏芝堅定咁講：我唔怕，為咗仔女，亦都為咗我自己，我一定要重新站起嚟。18歲嘅 Lucas 被夾喺父母中間，承受住巨大嘅壓力。佢唔知點樣面對王菲嘅突然出現，亦都唔知點樣處理父母之間複雜嘅關係。佢喺心入面暗暗發誓，一定要努力令到自己變得更強大，唔再俾父母為自己操心。佢開始更加努力咁讀書，積極參加各種活動，提升自己嘅能力。謝霆鋒同王菲嘅關係已經徹底決裂，佢哋會唔會徹底翻臉，成為咗大家關注嘅焦點。有消息傳出，謝霆鋒已經決定唔再同王菲有任何瓜葛，專注喺自己嘅事業同仔女身上。而王菲就好似仲喺等待一個機會，一個可以令到自己翻身，令到所有人刮目相看嘅機會。王菲嘅公開回擊會以咩方式呈現，又會引發咩後果？所有人都拭目以待。有人猜測佢會喺演唱會上唱一首表達自己心聲嘅歌曲，用歌詞嚟訴說自己嘅委屈同無奈。亦都有人認為佢會喺社交媒體上發佈一篇長文，詳細解釋自己嘅行為同想法。無論佢揀咩方式，都注定會再次引發一場輿論嘅風暴。娛樂圈嘅風雲變幻莫測，呢場真假媽媽嘅大戰，或許只係一個開始，未來仲會掀起更大嘅風波。喺呢場冇硝煙嘅戰爭中，每個人都喺為咗自己嘅利益同尊嚴而戰。但最終受傷嘅往往都係嗰啲無辜嘅仔女，希望佢哋可以喺呢場風波中揾到屬於自己嘅寧靜同幸福。而娛樂圈嘅呢場鬧劇，亦都會繼續喺公眾嘅關注下上演住新嘅篇章。至於最終嘅結局點樣，冇人可以預知。香港淺水灣嘅謝家豪宅，深夜嘅寧靜被一陣激烈嘅爭吵打破。王菲著住件黑色風衣，面色陰沉咁企喺客廳中央，眼神入面滿係憤怒同不屑。佢對面10歲嘅 Quintus 坐喺沙發上，原本專注睇緊動畫片嘅佢，
呢一刻俾王菲嘅突然衝入同惡言相向，搞到一臉茫然。你是不是同你媽媽一樣，只自得裝可憐？王菲冷笑住，尖銳嘅聲音喺客廳入面回蕩。Quintus 猛地抬頭，眼神入面閃過一絲困惑同受傷，但佢好快就鎮定落嚟，直視住王菲，大聲回應：你係一位成年人，點解要對一個細路講咁樣嘅話？王菲冇諗到呢個細路竟然咁頂嘴，更加肆無忌憚起嚟。咁細個就只得裝乖巧嚟博取同情，果然係張柏芝教出嚟嘅好細路。Quintus 深呼吸一口氣，慢慢咁站起身，語氣沉穩咁講：無論我同媽媽做咗咩，都不應該受到咁樣嘅羞辱。你可能唔中意我哋，但我哋並冇傷害過你。爸爸同媽媽離婚係佢哋嘅決定，但呢個同我冇關係。我同哥哥唔應該被牽連。如果你真係有唔滿，可以直接揾爸爸談，而唔係揾我。Quintus 毫不退縮。媽媽話真正強大嘅人唔會去欺負弱小嘅人。我唔知你點解唔中意我哋，但我哋從來都冇恨過你。王菲嘅面色變得更加難睇，佢提高聲量：唔好攞你媽媽嗰套嚟教訓我。Quintus 眼神堅定：李嫣姐姐同我一樣都係細路，佢一定唔願意見到你咁樣。你可以唔中意我同媽媽，但我哋唔會因為呢個而改變。我相信爸爸如果知你咁樣講嘢，佢一定會好失望。王菲比對到唔知講咩好，佢冇諗到一個10歲嘅細路竟然可以咁樣條理清晰咁回應佢。就喺呢個時候，樓梯間傳嚟一陣急促嘅腳步聲，謝霆鋒接完經紀公司嘅電話，匆匆忙忙咁落嚟。佢聽到客廳入面嘅對話，成張面黑到好似鍋底咁，眼神入面壓抑住狂暴嘅怒火。你知唔知自己喺度講咩？謝霆鋒大步大步咁走到王菲面前，聲音低沉但充滿壓迫感。王菲擰咗一下，本能咁反駁：我教育細路有咩問題？謝霆鋒再也忍唔住，右手直接揚起，啪一聲，好響亮嘅耳光狠狠咁甩喺王菲面上。成個客廳瞬間陷入到可怕嘅死寂。王菲捂住半邊面，唔敢相信咁瞪住謝霆鋒，嘴唇微微咁顫抖，但一個字都講唔出嚟。你有咩怨氣就衝住我嚟，咁喺我屋企罵我個仔，滾出去！謝霆鋒怒喝道。Quintus 見狀，趕緊上前拉住爸爸嘅手，輕聲咁講：爸爸，唔好嬲啦。王菲面色煞白，眼眶泛光，最終一言唔發，轉身就走，重重咁摔上門。嗰巨大嘅聲響喺客廳入面久久回蕩，好似就係呢場衝突嘅餘震。呢場衝突好快就喺謝家內部掀起一場狂風巨浪。謝賢知呢件事之後，氣到拍台而起，對住嚟報告嘅保姆大聲敲道：從今以後唔再歡迎王菲登門。佢竟然敢喺我謝家欺負我孫。狄波拉都罕有咁放話，欺負細路簡直就係丟人現眼。佢戴住嗰條刻有 Q 字母嘅項鏈，眼神入面滿係憤怒同唔滿。謝婷婷都喺社交媒體上面發文，有啲傷害幾十年之後都仲會痛，並且配圖係 Lucas 抱住嬰兒時期 Quintus 嘅舊照，好似喺暗示住咩嘢。而張柏芝知呢件事之後，迅速喺社交媒體發咗一段 Quintus 彈鋼琴嘅視頻。視頻入面 Quintus 坐喺鋼琴前面，專注咁彈奏住，手指喺琴鍵上面靈活咁跳動。張柏芝配文寫住：真正嘅教養唔需要用惡意去回應惡意。呢個被網友解讀為對王菲嘅暗諷，網友們瞬間炸咗鍋，分成兩派展開激烈嘅爭論。一方認為王菲太過分，作為一個成年人，唔應該對一個細路咁樣惡言相向。另一方就認為謝霆鋒打女人唔妥，無論點樣，動手都唔係解決問題嘅辦法。
但大多數網友都站喺 Quintus 呢一邊，紛紛讚賞呢個10歲嘅細路可以冷靜咁講出呢啲話，簡直就係唔可思議。與此同時，謝霆鋒已經明確通知身邊工作人員，以後所有活動只要王菲出現，我就唔去。呢個決定無疑令兩人本就緊張嘅關係更加雪上加霜。王菲連夜飛返北京，躲喺屋企唔出門。佢坐喺豪華但空曠嘅客廳入面，眼神空洞咁望住前方，腦海入面唔斷回放住喺謝家發生嘅嗰一幕。佢冇諗到自己嘅衝動行為會引發咁大嘅風波。佢嘅團隊呢個時候正忙到頭昏腦脹，經紀人四處奔走，試圖平息呢場負面影響。然而，事情嘅發展卻超出咗佢哋嘅控制。時尚圈率先做出反應 ，Chanel 官網緊急撤下所有王菲嘅形象照，卡地亞旗艦店櫥窗連夜更換成鞏俐嘅海報。Guerlain 官宣周也接替天后香系列代言。品牌方監測到王菲嘅核心粉絲群30%取關，85後媽媽粉大面積脫粉。呢個對於王菲嘅商業版圖嚟講，無疑就係一場雪崩。王菲坐喺沙發上，望住手機入面唔斷傳嚟嘅負面消息，心情低落到極點。佢諗起曾經喺時尚圈嘅輝煌，嗰啲閃耀嘅時刻，如今都已經化為泡影。佢唔明點解事情會變成咁樣。而呢個時候，朝陽群眾又目擊到深夜有一次送襯團隊喺王菲別墅外面做法，神秘人士擺放小人偶之後被保安驅離。樹上仲掛住金線血紅色符咒，後經證實係粉絲污搞，但呢個無疑又俾王菲嘅困境增添咗一抹荒誕嘅色彩。余記分析，呢個就係典型嘅內地粉圈黑魔法大戰香港風水陣，令呢場風波更加撲朔迷離。謝霆鋒呢邊都冇閒住，據謝家御用律師透露，謝霆鋒修改咗遺囑，將淺水灣兩處物業劃歸 Quintus 教育基金，音樂版權收益70%指定俾 Lucas 兄弟，仲新增條款，若佢遭遇不測，禁止王菲接觸仔女。財經記者測算，呢個舉動至少影響王菲5.2億潛在收益。呢個消息一傳出，再次震驚咗娛樂圈。王菲知之後，氣到成身發抖。佢冇諗到謝霆鋒會咁樣決絕，佢點解可以咁樣對我？王菲對住經紀人怒吼道，經紀人無奈咁嘆咗口氣。而家事情已經到咗呢個地步，我哋還係先諗下點樣挽回形象啦。王菲坐喺度，眼神入面充滿住憤怒同唔甘。佢覺得自己喺呢場衝突入面受到咗極大嘅委屈。而謝霆鋒嘅舉動更加令佢雪上加霜。就喺眾人仲喺關注呢場衝突嘅後續發展嘅時候，馬來西亞華僑日報突然刊登2007年舊文，張柏芝曾秘密赴吉隆坡某私立醫院產檢，而當時謝霆鋒正喺拍《男兒本色》，為陪同接機男子神似某陣勝富商，已移民加拿大。呢個消息好似一顆重磅炸彈，再次喺娛樂圈掀起一場軒然大波。雖然謝方立即發佈律師函，但港媒發現張柏芝今年多次帶子赴加拿大，時間線高度吻合。呢個令 Quintus 嘅生父之謎再次成為眾人關注嘅焦點。網友們紛紛喺網上展開討論，各種猜測同傳言層出不窮。有人話 Quintus 根本唔係謝霆鋒嘅仔，所以先導致謝霆鋒對佢咁樣冷淡。亦有人認為呢個只係有人故意製造嘅謠言，目的就係為咗破壞謝霆鋒同張柏芝嘅形象。張柏芝知呢個消息之後，氣到面色發白。佢喺社交媒體上面發文，清者自稱，我唔會俾呢啲謠言影響到。我嘅細路係無辜嘅。佢哋會健康快樂咁成長。面對咁樣嚴峻嘅形勢，王菲決定密會金牌公關，試圖挽回自己嘅形象。
佢喺一間隱蔽嘅私人會所入面同公關團隊見面，表情嚴肅咁聽住佢哋嘅建議。王妃女士，目前嘅情況對我哋非常唔利，我哋需要你先發一個道歉視頻，表達你對 Quintus 嘅歉意，同時都要強調你當時係一時衝動，並唔係有意要傷害細路。公關人員講道。王妃皺咗下眉頭，道歉？我點可能向佢道歉？公關人員耐心咁解釋道，呢個就係目前唯一可以緩解輿論壓力嘅辦法。如果你唔道歉，事情只會越嚟越糟，你嘅商業代言同形象都將受到更大嘅損失。王妃沉默咗好耐，最終無奈咁點咗下頭。好啦，就按你哋講嘅辦。而張柏芝呢邊就接洽咗 Netflix， 準備拍攝一部育兒紀錄片。佢希望透過呢部紀錄片展示自己作為一個單親媽媽嘅堅強同努力，同時都令更多人了解 Quintus 同 Lucas 嘅成長故事。我要令全世界都知道，我嘅細路係喺愛同關懷入面長大嘅。張柏芝堅定咁講道。喺呢場風波入面，謝霆鋒同 Quintus 嘅父子關係都成為眾人關注嘅焦點。雖然謝霆鋒喺衝突入面維護咗 Quintus， 但 Quintus 對佢嘅態度卻十分複雜。一日，謝霆鋒嚟到 Quintus 嘅學校，想揾佢傾偈。佢喺學校嘅花園入面揾到正在同同學玩緊嘅 Quintus。Quintus， 爸爸想同你傾下偈。謝霆鋒講道。Quintus 望咗佢一眼，冷冷咁講：有咩事快啲講啦，我仲要同同學去玩。謝霆鋒有啲尷尬咁笑咗下。爸爸知之前對你關心唔夠，以後爸爸會多花時間陪你嘅。Quintus 哼咗一聲，而家講呢啲有咩用？每次我需要你嘅時候，你都唔喺度。謝霆鋒無奈咁講。爸爸工作忙，但嗰個都係為咗俾你更好嘅生活。Quintus 憤怒咁講，我唔需要你俾咩好嘅生活我只需要你可以多陪下我，聽下我講嘢。謝霆鋒沉默咗，佢望住眼前呢個倔強嘅細路，心中充滿住愧疚。佢知自己呢幾年確實忽略咗對細路嘅陪伴，呢場衝突都令佢意識到問題嘅嚴重性。Quintus， 爸爸以後會改嘅，你可以俾爸爸一個機會嗎？謝霆鋒真誠咁講道。Quintus 望住佢，眼神入面有啲動搖，但最終都只係講：睇下你點樣表現啦。而王菲同謝霆鋒嘅感情都喺呢場風波入面岌岌可危。王菲雖然按照公關團隊嘅建議發佈咗道歉視頻，但謝霆鋒對佢嘅態度依然冷淡。一日，王菲約謝霆鋒喺佢哋曾經約會嘅地方見面。佢着住一件白色連衣裙，頭髮隨意咁披喺肩上，眼神入面充滿住期待。謝霆鋒嚟咗，佢嘅表情依然嚴肅。你揾我有咩事？佢問道。王菲走上前，輕聲咁講：霆鋒，我知我做錯咗。我唔應該對 Quintus 講咁樣嘅話，我希望你可以原諒我。謝霆鋒望住佢，冷冷咁講：而家講呢啲已經遲咗，你對細路嘅傷害已經造成，唔係一句道歉就可以彌補嘅。王菲嘅眼淚喺眼眶入面打轉，我真係知我做錯咗，我會用行動嚟證明我嘅改變。謝霆鋒嘆咗口氣，我哋嘅感情已經出現咗裂痕，唔係咁容易就可以修復嘅。我需要時間嚟諗下我哋嘅未來。王菲聽咗，眼淚奪眶而出。佢知呢場風波已經令佢哋之間嘅感情變得千瘡百孔，未來嘅路充滿住唔確定性。呢場娛樂圈嘅世紀大戰成為眾人茶餘飯後嘅談資，媒體們紛紛報道住每一個細節，網友們都喺網上熱烈咁討論住。然而喺呢場狂歡嘅背後，我哋都應該反思下一啲問題。明星作為公眾人物，佢哋嘅言行舉止都會受到社會嘅關注。
佢哋應該以身作則，樹立良好嘅榜樣，而唔係因為一時嘅衝動而做出傷害他人嘅嘢。同時，我哋都應該尊重每個人嘅隱私同尊嚴，唔好過度咁干涉佢哋嘅生活。對於細路嚟講，佢哋係無辜嘅。喺呢場衝突入面， Quintus 成為咗最大嘅受害者。佢唔只要承受嚟自外界嘅壓力同輿論嘅關注，仲要面對家庭關係嘅破裂。我哋應該俾細路哋更多嘅關愛同保護，令佢哋喺一個健康、和諧嘅環境入面成長。呢場娛樂圈嘅豪門恩怨仲喺繼續，未來會點樣發展，我哋無從知曉。但希望每一個人都可以從呢場風波入面吸取教訓，珍惜身邊嘅人，用愛同理解去化解矛盾同衝突。